海棠南路啊，外圍咧右邊就係海棠灣啊，另一個咧就係新開發嘅一個度假勝地，左邊啊好多新酒店，全部都好有級數嘅啊。咁啊呢度啲度假酒店全部都好大間好靚，海灘就外圍咯。咁呢條路都好長㗎，因為佢周圍嘅酒店咧超過成20間。咁啊，道路好靚嘅，咁啊呢條片啊影一影周邊嗰啲好多啲椰樹啊，好多嗰啲咁嘅植物啊咁樣啦，幾靚啊！咁啊睇睇周圍嘅環境啦。我哋住喺呢個咧海棠灣嘅 Sheraton 酒店啦，喜來登酒店啦，呢個轉入嚟酒店嘅範圍，唔錯㗎酒店 Sheraton 啊，咁嚇，國際品牌。啲樹幾靚嚇，海南都可以欣賞呢啲咁嘅椰樹，啊呢啲咁嘅獨特嘅海南風味。嗱，先望一望間房先啊！啱啱入住咗，未放低嘢，未曾整啲行李嘅嚇。咁呢間房咧就屬於叫做椰林海景。嗱，你睇間一層樓幾多房？我哋間房去到角嘅，因為佢係要睇景啊嘛嚇。唔緊要啦，嗱，洗手間啊，兩邊啊有浸浴。有個衣帽間，衣帽間，呢個衣櫃啦，呢個都另外呢度咧就洗手間啦，洗手間呢度咁都好靚嗰啲顏色啊，好舒服啊！行入嚟呢度嘅主要啦，嗱睇翻啦，兩個床啦，兩個床就呢度衣櫃，有個鏡、電視。幾舒適嘅嗱，兩個呢個咁嘅睡臥嘅梳化咯，兩個床都好大張嘅啊！嗱呢度可以出邊究竟點樣出名乜鬼嘢椰林景咧？呢度可以望到啦椰林景。咁啊有個工程做緊啦，嗱呢個望出去，另外一間酒店啦，嗰間都係有名嘅，哇！空中降落傘啊嘛〜嗱，呢下底就已經有泳池喎，不過呢個應該下底間房嘅，嗱嗰邊海咯，呢度咧就對東邊嘅海嚟嘅，成個過程。今日幾好太陽啦，應該聽日都好天嘅，不過好似後日就冇天，唔緊要啦，玩得一日得一日啦。完美融合，美不胜收，驰名海内外。天涯海角也是人們的心理地標，以歷史人文我哋坐緊遊覽車喺天涯海角嗰度遊覽緊。我們現在駛入的區域是婚拍基地和歷史名人雕塑園，是天涯海角的婚紗拍攝基地。這裡有碧海藍天、沙灘椰林，還有各種浪漫場景，吸引廣大情侶來這裡讓海與風見證，愛與夢同框，留下愛情的影像。每一張照片都是永恆的海誓山盟。
都是满满爱的印记。啊，海南呢邊嘅海灘咧，真係全國內最靚嘅沙灘啊！咁望下周邊嘅環境，周邊海水嘅清涼，配合埋周邊嘅椰子樹，真係非常之有佢嘅品味。嚟到海南島咧，除咗欣賞嘅靚嘅海灘之外咧，咁另外咧呢個真係必經嘅一個咧打卡點啊！天涯海角石啊，海闊天空啊！入嚟呢度都唔係話咁簡單嘅，你去到門口要買啲旅遊車券，行到差唔多係600-700米前邊落車，跟住行入嚟，咁一來一回1.0公里度啦，係嘛啊？呢就個特色啦，嗱呢個天涯海角遊覽。咁原來佢有段古嘅喎，係講當時鄧小平先生1991年嘅時候經過嘅時候咧，因為有啲石阻住佢，咁所以咧佢當時提咗一個好似詩嘅嘢啦嚇，就話咧嚟到呢度嘅話咧，原來人都要經過好多困難，前面都會有啲荊棘障礙嘅，於是提咗呢一個石嘅名稱咯啊，所以得知名叫做天涯海角石。嗱，呢個咧係三亞咧比較出名嘅灘之一啊，大東海。嗱，呢度咧就係亞龍灣啦，最早開發咧海南島嘅海灘。呢度真係好好玩，我記得我幾十年前嚟嘅時候，喺度玩浮潛、玩潛水，嗰陣時就唔需要牌嘅，咁但係而家發展到咧都好多個灘啦，咁但係佢都好有級數啊。而家啲好現代化啦，開始起啲碼頭咁樣，跟住又去出海咯。呢個附近都有人潛水啦。登錄密碼、短信驗證碼等重要信息，將你銀行卡內錢款全部轉走。或者編造補充銀行卡流水、資金對沖等理由，誘導你向指定賬戶進行轉賬。除此之外，騙子還會冒充成為對方有嗱，嗰啲船咪可以出去出邊，有珊瑚礁喺度，所以咧佢都有啲人做生意咧出去學潛水嗰啲分diving啦，幾大。嗰陣時我都第一次嚟海南島就嚟嗰呢度都好中意佢嘅，啲沙都好靚㗎啦，唔黑嘅好靚。好舒服啊！呢個。
南海南島咧就係國家嘅就免稅嘅地方啦咁好多免稅店嘅。咁今日咧我就嘗試嚟呢間免稅店，其中一間咧叫國際免稅店第2期喎叫做咁樣嘅。咁我哋未嚟過嘅，呢間好似歐力咁嘅款。咁一間嚟呢度睇睇。咁就亦都貪佢呢度好多嘢食嘅咁唔喺一般嗰啲商場度食啦，嗰啲廣場都好似食咗2、3日啦。今日玩下呢度先，咁趁佢啱啱今日游完水游到好黑啊！你睇下我樣幾黑而家曬嚟幾黑，身又黑，面又黑玩下呢度食，行下街食下嘢先翻去。Ya memeu apa asal ada ini tengok lama. Yang nak kamu tak ada. 咁一排冇食港式嘢啦港式咖喱飯啦，另外炒芥蘭啦，同埋一啲魚片米咁呢啲香港人似曾熟悉㗎啦翠華嘅魚蛋湯麵。咁食咗呢餐咧，翠華咧，咁其實翠華就唔係咩咁特別嘅，香港人個個都食過啦。不過咧，我會讚今次喺呢度食呢個翠華係好好食。雖然我嗌啲咖喱飯嗌啲4寶米線奶茶檸樂係好普遍嘅嘢嚟嘅啫或者嗌埋嗰碟菜心啦，唔係 sorry 唔係菜心，或者嗌埋嗰碟薑汁芥蘭啦。點解我話呢度好食咧？因為你喺國內呢度食翠華咧係上菜嚟嘅。我埋單200零蚊但係如果你喺香港食翠華咧，坦白講都當你24嘅啫。咁所以咧個編排上呢度冇咁多人，第二位亦都寬敞，第三啲菜咧逐個嚟係熱嘅你試下你喺香港食個翠華，當一個茶餐廳咁做嘅啫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呢度食個翠華咧就同香港係完全唔同嘅善發行過嚟咧，呢度咧就係屬於叫三亞國際免稅店嘅第1期最大嗰間啦而家好大間，的士都好多平時都好識見的士，即係上油大。未離開海南島之前咧，就住多一晚。呢度係文昌市呢條街叫文南街、文南老街，亦都係人哋所講嘅叫騎樓老街啦，好古舊嘅啦即係一個打卡位嚟嘅周圍行下呢度好古舊呢啲舊樓啦。都好長嘅喎。好，嚟間百年老店食文昌雞文昌飯店、三角街店呢度幾間都係食雞嘅。
嚟到文昌啊，唔使講嘢嘅，一定係食文昌雞嘅啊！呢個正宗嘅文昌雞，老店啊！呢兩碗係正宗海南椰奶嘅清補涼，啊正啊！